台南的观光景点山上花园水稻博物馆最近参观的人数一直在减少。这文化局是回应讲，变啊休热，这就是小月，要等到天气较凉快，才有人愿意来这行踏。另外，也有观光协会是建议讲，会当在古迹附近打造其他景点，增加旅游的意愿。休热期间，园区内冷冷清清，不过也是有外地游客特别前来了解百年历史的水稻文化。疫情解封了后，增加民众出外佚佗的意愿。文化古都台南近来市区古迹景点有豆豆在开放，整个成长比去年加3成。不过，颠倒是原地进门拍卡景点的山上花园水稻博物馆，来人数算是在减少。很清幽，然后绿地很多，对，然后建筑物其实蛮漂亮的。会热啦，但是好在就是较短啦。你若讲长吼，可能就较迄个，可能在我的想啦。可能宣传无够啦。超过1世纪的水稻博物馆，2019年开放的时，短3个月有过20万人来参观。去年参观的人数有26万人，今年顶半档统计人数落甲剩10万外。文化局讲，园区有无同的特性，热天算是小月，那秋冬有济人会来这行踏。另外，有观光协会建议通拓展其他景点，参古迹做结合。附近找一些景点，找一些新的路线。不单是在园区那边，他们也可以在附近，一条龙的服务。不能够仅仅是观察它夏天的参观人数，而来衡量这个整个山上花园水稻博物馆，它在尽管这个国定古迹这件事情上的用心跟付出，适应于这个环境，规划这个老套咸宜的这个公共艺术的一个作品。以及一些这种相关活动的举行，因为固定古迹的关系，地主者无都随便叮当。不过，官方也是摒细办多元的体验课程，也参南会业者合作打造大花园，因望带动园区整体发展。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。